现在就过去。怎么了？韩总，李达被发现了。什么？韩总，稍安勿躁，我现在就过去。高进，一定要保住李达，千万不能让他落在云石彤的手里。准备。金哥，他们追过来了，我们快跑吧！李达呢？不知道啊。他不会跑吧？追！快给你家打电话。喂，110吗？说吧，什么事情？你是段飞吗？你不保安队的吗？为什么来这儿啊？我，你什么你啊，段部长？段部长有事出去了，我现在是安保部长什么？的代理，段部长亲命的。白日做梦！你要能当安保部长，我还能当秘书长。哎，这个小秘书怎么说话的？段部长走之前把证明都交代给我了，我现在就是你的上司，你晓得吧？我现在没空干，段部长回来告诉我一声。哎，敢这么跟我说话啊？你这是目无法纪，你晓得吧？目无法纪，不会用词你就别瞎惹。这么快就反悔啦？我就说嘛，啊，你只要乖乖的，哎，哪天哥高兴来给你提拔一下。是谁要提拔我啊？叶子，你在这干嘛？段飞呢？段部长有事出去了，让我替他一会儿。替他？刚来上任就跟我往实走，把红领当什么地方啊？是，您说的对，您说的对。哎，段部长可能有急事。急事儿？有急事儿怎么没有先来跟我汇报一声啊？还愣着干嘛？工作去！哎，是。我就奇怪了，现场就那么多人，咱们是抢李达，他们是保护李达，是谁杀了他？
是老大，难道我们背后还有人跟着我们到了仓库，看着我们打的热闹，他渔翁得利？不是，可他杀了李达，到底有什么好处啊？与其说他们是保护李达的，还不如说他们是看着李达的。老大，你的意思是那帮混混杀了李达？如果要杀李达的话，早就可以杀了。为什么要等到现在？那到底是谁呀？你们说，李达死了，对谁最有利？韩元仓，对，没错，一定是韩元仓派的人。如果李达死了，他就可以把货流失以及克扣工资的事赖在李达身上，反正死无对证。暂时没什么别的办法了。李达死了，所有的线索都断了。这2天你们辛苦了，好好休息吧。不知道冷风现在怎么样了？是，你说他这个人吧，平时也不说话，不在了，还挺不适应。转飞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去哪儿了？第一天上任你就无故旷工，不让我知道，到底干什么去了？没去哪儿。你脸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大半夜回来弄得一身脏兮兮的。过来，过来，让我看看。过来。等等，你还是先去洗洗吧。魏总，您让我注意的那个段飞，已经有眉目了。进来。魏总，哎，高见。根据我这段时间的观察，这个段飞和云师彤的关系不一般，咱们应早做提防。一个小保安，瞬间变成了安保部长，还和云师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查，得仔细查，这里边一定有猫腻。明白。魏总，您知道您派去保护李达的那些高手是被谁打败？难道是这个段飞吗？没错。这次是我们出国，没想到这个云师彤身边有这样的高手，还请韩副总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。但愿如此。这次韩副总请您来，是有什么新的计划吗？
这个是云世彤最近要洽谈合作的 APP 设计团队。韩总的意思，我自然知道，不用你说。